众所周知，泰国呢是亚洲灵异事件最多的地方。我想你们应该听说过罗马的真理之口和日本的恐怖医院吧？但比起我们今天来的地方，那根本就算不上什么了。哎，师傅，麻烦停一下，就是这儿了。好了，我们可以下车了。啊！你们相信吗？这里是一家电影院，但是在全世界啊，你们绝对找不到第二家这样的电影院。怎么样？有没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啊？倒是你这么一说，我还真觉得有点瘆得慌。嘿，没错，要的就是这种感觉。走啊，姐，姐。姐，你去哪儿了？啊，没事儿没事儿。你这是在哪儿呢？你猜啊？我现在在泰国传说中最恐怖的幽灵影院。有没有些灵感？来，大家跟上，就在前面了。来，跟上啊！这是你的，来拿好。这是保密协议书啊。对。我们大家想去看电影的话，就必须在这上面签字。这一看就是炒作，装神弄鬼的。这可能算是一种营销策略吧。但这份协议是双方的，影院也要对游客的信息和个人隐私保密的，因为确实有人在看电影的时候看到鬼。真的有鬼啊！我就怕没鬼，不然这趟旅行也太没趣儿了。
给我！这家电影院啊，非常的灵异。传说好人进去呢，是什么都不会看到的。可是做过坏事的人啊，进去就会被鬼给缠上。所以敢不敢进去，就看你们各位的修行了。很久以前啊，有许多人来到这里，看到的是他们一生当中的第一部电影。也许是当时的人们对于银幕上的人物太过于着迷了。当时呢，有一个叫做沙马的小孩子，他模仿了电影里面上吊的镜头，最后他吊死在自己的卧室里面。在他去世之后，他的妈妈又回到了这里，希望能够再一次见到自己已经死去的孩子。能见到死去的亲人吗？是的，据说他最后还真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见到了自己的孩子，而且他们之间还有过很长时间的对话。把保密协议交给我就可以了。凡是签好保密协议的都可以交给我，然后就可以从这边进入电影院了。万先生，签好了吗？我不看电影啊。那你在周围转转等我们吧。不过要小心哦。我们走吧，这边。胆小鬼！小茹，我们走。你们大家真的非常的幸运，能够来到这里，因为有不少人都是慕名来到这里看电影的。这里的每一场电影都非常精彩。我之前提到的那位叫做沙马的小孩子，他生前啊最爱看的那部电影就是在这里观看的。后来呢，孩子的母亲又来到了这家电影院，她想要知道她的孩子为什么会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发生不幸。然后呢？孩子的母亲也死了，他就吊死在这个位置。好了，各位，电影就要开始放映了，大家做好观看。苏璇 ，Hello， 阿班，把我妹从电影院里面带出去。干嘛呀，姐？电影马上就要开始了。苏苏，你听话。
我不，那我不就白来了？阿班，你现在立刻马上把苏苏给我带出去。OK，苏苏，别让你姐着急了，出去。来，走吧。小茹，怎么了？老陆，小茹，你怎么了？万锦城，这名字怎么好像听过？嗨，素璇。阿班，旅游团里为什么有万锦城？他怎么了？让苏苏接电话，快点。苏苏啊。姐，想我了吗？你跟阿班到底为什么要去泰国？来玩啊！马上给我回来，听到没有？干嘛呀，姐？我跟阿班好不容易有2个人一起出来玩的机会，我不回去。真的会后悔的。哎，你上来给我介绍那个门不错，很有感觉。哎，大哥，有没有更好的？介绍一下。哎，baby，你赶紧给 Angela 打个电话，看她在干嘛呢？你不要再闹了好不好？上面现在正在考察我，我真的不能离婚。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你一张卡就把我打发了。求你，求你，子宇，你放过我吧。我每年给你烧很多钱，还有各种卡，还有泰铢。
晚上好，苏璇。我到清迈了。啊，你到清迈了？你把酒店地址给我。好，你稍等一下。Hello， 姐，你来啦，我们去接你呗。不用。苏苏，你们看后面是谁？变态！姐，你不用管他，他就是一个变态。有点不对劲儿。不对，苏苏，我们赶快过去。把手机给我！难道你真想把我毁了吗，子宇？别过来！子宇，子宇，我求求你了，子宇，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我是爱你的，你是知道的，子宇。子宇，我爱你，子宇，我爱你。可是我也没有别的好办法。你要干嘛？对不起，我这次真的不能失误，要不这辈子就真的没机会了。子宇，子宇，我会想你的。苏苏，快开门！开门啊！阿班呢？然后我在楼下接受调查呢。他已经从这上面跳下来了。还有什么好调查的？不就是想不开要跳楼吗？苏苏，我问你，万锦城为什么刚好在旅行团里呢？18年前，他在咱们双河市担任交通局副局长，主管国道开发。这次泰国旅游是你和阿奔策划的啊，苏苏？哎呀，姐，你什么时候变成10万个为什么了？既然来了泰国，要不今晚就去玩一下？你也太紧张了吧？不去，要去你去，去就去。哎你。这个还不错啊，这个像杯开水的好故事的，你看。这个好，鼻子又大又长，鼻梁又高又挺，挺有男人味儿的。姐，你喜欢的男人到底是哪款啊？不会是旧款吧？别开玩笑了，苏苏。
喝成这样，简直是胡闹！苏璇，跟我回去，听话。别闹了，听话，苏璇。苏璇，你看看你，现在成什么样子了？我变成什么样子跟你有关系吗？你现在是不是应该关心的是苏苏啊？苏璇，你别这样。其实我们两个够了，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，能不能不提了？要不我告诉你，这事儿不能让苏苏知道，不然她会不高兴的。苏璇，我警告你，对我妹好点儿，不然我不会放你。姐，送给你了。姐，你是不是还喜欢阿班啊？你瞎说什么呢？早就没感觉了。苏苏，那就送给我吧。苏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，你给我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จิตังปณิตังตุมหังคิปะเมวัสสเมจันตุสพเพเปลี่ยนตุสพเพติโยวิวาจันตุสัพพะโลกวินาศตุมาเตภวตุอันตรายโยสุขีติกายโก要是能活到现在，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了。可是，他永远停留在12岁，再也长不大了。点点，妈妈好想你啊！老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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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爬，老陆，老陆，你怎么了，老陆？点点来了，来了！点点，点点，点点，你在吗？妈妈在这儿，点点。爸爸，对不起你啊！老
老陆，老陆，老陆，来人呐！救命！陆叔叔，来人呐！陆叔叔，陆叔叔，陆叔叔，陆叔叔。佛祖，救命啊！佛祖，你原谅我们吧，我给你磕头，我求求你原谅我们吧，原谅我们吧，原谅我们吧。我要进去，让我进去一下。阿姨，不要太担心了，医生会尽力抢救他的。快！林阿姨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爸爸，你说点点是我们的孩子。爸爸，18年前，他得了一种奇怪的病。那时候我的身体也很差，有很严重的肾病。点点，点点。儿子，救救我！爸爸，救救我！对不起，儿子。救救我！爸爸，救救我！对不起，爸爸，救救我！救救我！点点的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根本没有治愈的可能，无奈之下，我们放弃了点点的治疗，点点的肾也移植给了我。这件事我们一直都很自责。后来听说泰国是佛教圣地，又有高僧护佑，所以我们就把点点葬在了这里。林阿姨，您的儿子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？肌萎缩厕所硬化症，也就是渐冻人。林阿姨，您之前和叔叔是不是在双河市市立医院工作过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认识我们吗？快！点点的化验结果出来了，是肌萎缩厕所硬化症。啊！叔叔，快走啊！救救爸爸！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
我怎么在这儿啊？不是应该在医院的吗？我们早就出来了，你走在前面，然后突然就站着不动了。没事吧，苏璇？苏璇，你要去哪儿？苏璇，苏。刚才都是意外，你看到了，能不能不要误会？我还要问你呢，素素，陆野和万锦城是不是意外？是不是你跟阿班在策划着什么？你还问我阿班？那你就去问阿班啊！你不是跟阿班很相爱吗？你问他，他肯定会告诉你。素素，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？我跟你说了多少遍？我们俩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，你能不能相信我一次啊？那你敢说你现在一点都不喜欢他吗？你敢说吗？你说呀！你说呀！你说我就该相信你。苏苏，苏苏，苏苏，你听我解释，你相信我一次行吗？苏苏，苏苏，你最后相信我一次行不行？苏苏。
你怎么了，苏苏？苏苏，你说话呀，苏苏！你怎么一个人到这里来了？说话呀，苏苏，说呀！阿班，如果在我和我姐之间只能选一个，你选谁？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？回答我。只有你。您先来，严阿姨。不要叫我阿姨，我现在看起来很老吗？哦，不是，听您口音，您是北方人吧？是啊，你有事吗？没有，就是看您好像有点面熟。您是去过双河市？从来没有。啊。哎，你们俩是怎么到这个旅行团的呀？抽奖抽的呗。小茹，导游，请你马上给我订2张回国的机票，我和我女儿明天就回国。明天恐怕不太行啊，这2天咱们这里接连出事，恐怕还需要配合警方做一些调查。你还是再等等吧。有什么可调查的啊？你也知道这2天连续出事儿吗？这才几天呢，就一个死了，一个进了医院。我看再不过后天，整个团里的人都要死光了吧？你怎么就那么怕死啊？我怕死？你要不怕死，你就下去陪那个死鬼去。哼，行啊，我死给你看。叶如意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。大婶儿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我还不是一样，一出生就见不到我爸爸。你，哎，都别激动，有话好好说嘛。先坐下，我去倒点饮料来。
喝点饮料吧。苏璇，苏璇，你怎么不在房间等我？怕被人误会。那你找我有什么事？住手吧，阿本！什么？你和苏苏来泰国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啊？万锦城是当时爸妈出事那座桥的工程监理，陆野是负责抢救的主治大夫。他们在来了泰国以后全出了事儿了。你告诉我是为什么？你以为这些是我造成的？难道不是？他们都莫名其妙的中了奖，才有了这次泰国游。导游是你，联络人是你，连带他们进幽灵电影院的也是你。苏璇，我只是想吓唬他们一下，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。过去这个电影院里面从来没有死过人呢。阿班，今天早上我还看到你在别人饮料里面下药，到现在你还想害人？我告诉你啊，不管你现在要做什么，我希望你好自为之。苏璇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苏璇，苏璇，你听我说。放开我！你听我说，苏璇。放开我！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听我说呀。你听我说好吗？你们两个在干什么？你听我解释，不是那样的，不是你想那样的。你听我解释好吗？苏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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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克制一下，苏璇。你打我，苏璇，克制一点。你为什么拉着我，阿白？苏璇，冷静一下。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在忍？苏璇，苏璇，苏璇，你别这样，苏璇，苏璇，你放手！别这样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苏苏，苏苏，苏苏。你是姐姐，她身体有病，遇见事儿，让着她点儿啊。我才比她大2岁，从小到大什么事儿都是我在让她，那我呢？你已经26岁了，该懂事儿了。妹妹比你小，身体又不好，你照顾她是天经地义的。天经地义。从小别人家都是妹妹捡姐姐剩下的东西，我呢？我一直捡她剩下的东西，我一直让着她，我连男朋友都让给她了，还要我怎么样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！
小茹，小茹她不见了。别着急，你们分头找。小茹，颜如意，小茹，小茹，你出来呀！颜如意，颜如意，颜如意。把刀放下！小茹，你把刀放下！把刀放下！小茹，颜如意，醒醒！我杀了你，韩宇！韩宇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是韩宇。我打你是为了你好，让你长记性。小茹，你怎么了？没钱向你妈要，你妈不有挺多男人吗？王八蛋，给我滚出我的家！喂，警察局吗？韩宇，给我10万块钱！我没有10万块钱。当时跟我上床的时候，怎么给钱这么痛快啊？小茹，不要相信他，他疯了！不要相信他！离我远点儿！小茹，你想知道你妈身体特征吗？你给我闭嘴！你给我闭嘴！妈妈，快点！小茹，你别听他的，我跟他是之前的事情，所以我不让你跟他在一起，就是我听我的。我不做点什么，你是不会给我钱。你放开小茹，我给你钱，不要让苏璇，韩宇，你别饶了我女儿，你别饶了我！妈妈，你不想让我死吗？我死给你看，我死给你看，我死给你看！
璇，你不要过去！不要啊！牙医，素璇，别过去！放开，要死人了！阿姨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放过我妈妈！阿姨，我求求你，这么多年我每天都在自责，我求求你放过她。当时要不是你赤足诚信，我们也绝对不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。你是我唯一爱过的男人，以前是，现在也是。你不是说过你爱我吗？爱我就放过我妈妈吧，求求你放过她吧。她是我世界上最后一个亲人了，求求你啊，海宇。放过我妈妈吧。小茹，对不起啊，误会你了。我看看，还疼吗？不疼了。最近发生的事太多了，都是跟爸妈的死有关。阿奔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跟苏苏到底在计划什么？那个电影院里到底能看见什么东西？我不能告诉你。是因为苏苏吗？不说算了。素璇。你不要怪我，电影院的事我都看到，你该死！
什么？那你就去问阿班啊。万锦城是当时爸妈出事那座桥的工程监理，陆野是负责抢救的主治大夫。他们在来了泰国以后全出了事儿了。你告诉我是为什么？你以为这些是我造成的？姐，电影院的事我都看到了，你该死！那个电影院里到底能看到什么东西？我不能告诉你。心理医生给你开的药，你可记得一定要按时吃哦。如果你找回那段记忆，又是另外一场噩梦。
苏苏，为什么？电影我已经看过了，你是杀人凶手！我们之间只能留一个。你6岁的时候就已经死了，你是谁？我是苏璇，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。我们在一起18年了，我要跟你在一起一辈子，我们一辈子都在一起。我是苏璇，你不是，我才是苏璇，你是不存在的。你是杀人凶手！救救我！我们在一起18年，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。我们一辈子在一起。我是苏璇，我才是苏璇。
你没事吧？阿本，你是怕我接受不了真相才不敢告诉我的是吗？怕你会崩溃，所以才一直没有告诉你，你妹妹苏苏早就已经死了。但你一直接受不了这个事实，所以开始变得人格分裂，有时是苏璇，有时是苏苏。你老说见到漩涡状的物体，比如蜗牛，那其实就代表你有了幻觉的状态。当你分裂成苏苏时，计划了这次泰国旅行。在你的心里，你一直十分疼爱着苏苏，你对她百依百顺，什么都让着她，甚至连我也让给了她。你一直不相信她死了。这么多年，你一直在陪我演戏。嗨，近点，近点。啊，苏苏啊！我一直在找心理医生帮助你，希望有一天能把你的病治好。可是你一直排斥真相，不愿意接受它，因为你觉得妹妹一直活在你的身边。
现在你要学着去面对它，接受它。爸。泰国警方调查出来了，那个电影院本身地质就很特殊，磁场很强，又在很早以前呢，被人安装了一种磁场放大设备。强大的磁场会让我们的潜意识上升为表层意识，我们会想起印象深刻的人，把它变成自己的幻想，也可能是鬼灵魂魄之类，严重的甚至能让人崩溃而疯。阿班。